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转去啦！阿姐，我是来找你管的啦。我甲你讲，恁两个无可能交往，你转去，转去啦！干喏，这有要紧无？假使我若记得无对，我会记得我出车祸进前，恁敢是要请我来恁厝食饭？是安怎我住来到厝里这段时间，代志变到这么大？是安怎你无互我甲美管见面？这就讲开话头长啦！之前我也唔知你是美国的人，你阮大姊嘛知影，你就无可能搁交往嘛，吼！我拜托你，你出去，出去啦！规日你就袂当搁交往嘛，出去啦！美管，出去啦！美管，美管，去啦！转去啦！美管，美管，美管。现在要来找我，你讲我这我是要创啥？那个是无可能有结果，将我放袂记，一定要将我放袂记。我不应该搁甲你见面，见面是加艰苦。哎呀，哎呀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伊无爱我甲美管来哦。哎呀，你是讲美管伊？是了，你甲阿爷讲，是安怎伊无爱我甲美管来哦？根本就是因为我出车祸，我着伤，因着认为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所以无爱我甲美管斗阵。敢是安尼？哎呀，阿美管呢？你敢有看到伊？美管伊看到我，伊着我到做伊走，伊气嫌我。唔是啊，阿兄，美管伊唔是这款人啊。我真正想无，是安怎一场车祸，所有代志拢变。美管嘛变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无啊，阿凤啊，我毋是交代你讲，叫你莫插蛋家的代志，你是要我偷偷去变伊的，将迄医药费甲拿去啥？无啊，我哪有我也无去拿啊，无啦。无，你还想要讲袂插？毋是你去拿迄条医药费，无会啥物人去拿啦？阿母啊！阿姨，阿凤遐讲拢是真实的，伊无去病院，甲医药费拿免掉。无啦，我也无去拿啊。正经毋是伊，正经的啦。那你是啥人？唔得，你叫我去调查迄个代志，我已经查出来。买单价土地甲店面迄个人，伊叫做徐进福。单价土地甲店面拢是一个人买。是啦，这是伊的资料。喂，请问徐建宏先生有伫无？哦，我就是啦。咱倒位啊？是先生。听讲单价土地甲店面拢是你买的。系啊。你也知影？你是啥物人啊？我姓黄，我做黄财源。黄财源。哦，
单家大厦厝是你要去的，啊，真拄好，我拄好要找你讲。你要找我，有啥物代志是？无啦，我感觉讲吼，啊，单家迄间大厦厝吼，都无迄个价值，啊，你若要开遐侪钱买迄间厝啊？我是外地人，我听本地人讲大厦厝的风水袂歹，一听到拍卖，就请朋友出悬价甲买落来。哦，原来你是外地人哦，无怪你会唔知影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单家迄个主人吼，原本哦是咱当地大地主啦，啊，就算唔知迄间厝都风水都夭寿歹哩咧，唔只系咱居安规个财产都败了了，唔只系拢袂了去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你开遐侪钱买迄间厝吼，无价值啦。真歹势，迄间大厦厝甲我的背离真合，而且咱家其他的土地甲店面，我嘛拢有去看过，嘛拢真介意。我有探听，即马遐土地甲店面拢是你买的，即马我想要出悬价甲买价。歹势啦，黄姐，单家遐土地吼，甲遐店面吼，我无可能卖你啦。那安尼大厦厝我嘛袂用卖互你。无啦，黄姐，我想讲哦，要甲你参详一下啦。啊，我著较早原来住咧单家吼，啊，我若算单家的子孙啦。单家主人吼，就怪是少弟啦。啊，伊就顶一阵仔吼，运途歹啊，做啥物了啥物，啊，做生意啊，了啊拖，唔知系吼，伊的产业拢卖了。我若真唔敢讲，单家产业吼，去落来本来要手头啦。我想讲要甲你参详，甲你拜托一下。啊，就我开较悬价咧吼，啊，你大厦厝吼卖我啦，好无？既然你是单家的子孙，那安尼咱就无参详的余地。迄间大厦厝我绝对袂卖互你。而且，即马在你手头的土地甲店面，我拢会想办法买倒转来。黄姐，单家的子孙，单建昌的大兄，施进豪。李大叔，赶紧去遐坐办公室，我随时要帮你开车。唔得，是为虾米咧？你莫问遐济，赶紧去甲我办。好，我随你办。林大叔啊，买大厦厝哦，迄个黄财源哦，公司的住址甲电话哦，我一定要查到。还佫有大厦厝，无论开偌济钱，啥物代价，我就一定要买甲到，吼。无若有消息哦，麻烦你才甲我讲者。好，再拜托你来。阿好兄，阿姨毋是有交代过，叫咱莫阁管单家的代志。你若搁咧探听迄个买大厦厝的人，文英啊，你着毋知影买大厦厝迄个人哦，我感觉一定有问题啦。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啊，就今日哦，又打电话我啦，伊讲哦，开悬价要甲我买遐土地啦。啊，我哪顺伊的势，我哪想讲开悬价要甲拜托，甲叫迄个大厦厝来买我。也毋过吼，伊就唔理咧。啊，我甲讲哦，我是单家的子孙啦，伊毋则电话总甲我挂掉。我是咧想讲哦，伊买单家的土地一定有目的。阿好兄，一定是你想济啊啦。我要来想济，你无听到伊讲话迄款口气，我感觉哦，是毋是建中较早甲人有啥物扣夹，伊即马要来报复？假使伊即马若是看到建昌的遐，我想伊应该袂报复才对。那伊就袂，歹人哦，歹心恶毒到啥物代志嘛做会出来。就算讲人死啊，待咧涂骹伊嘛会甲恶出来。搁再讲哦，还佫有淑珍啊，志忠甲志仁，你要安怎？我一定要想办法甲报复。为你伤心每一日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医官啊，真无啦，开门一下哦。美官，真无有重要消息要甲你讲啦。美官啊，是关来志仁的消息啦，紧开门哦。紧来啊！
关啊！你安尼逐工拢戇神坐踮在房间内，无要食，无要困。你若安尼继续落去吼，早晚有一天你是会倒落去哦。李关啊，真无知影讲你是为着志玲的代志在烦恼，所以真无吼，才专工走去边野去探听消息呢。迄护士小姐甲我讲，志玲已经袂要紧啦，已经顺利转去厝的安尼，你应该放心啊啦吼。安怎？志玲出去你无欢喜哦？我早就知影，是志玲拍电话甲你讲的是？因若真是打电话给我，有我这个疑点，我哪可能接得到？那安尼你是安怎知影的？一定想讲，我若拢无去看伊，伊就走来厝里找我，结果就互我这个阿姨给赶出去。美娟啊，恁阿姨会安尼先做吼，伊嘛是不得已的啦。美娟，你即马知影你甲志玲是啥物关系啊？假使即阵若互恁两个见面，安尼毋是增加恁两个人痛苦离异？我知影，所以我唔敢去病院看伊，我嘛唔敢甲伊见面。我就是惊伊会问我原因，我嘛惊伊知影事情了后会甲我共款痛苦啊。美娟，你若真正会安尼心想上好啦。真无是真烦恼讲吼，你是一时咧倒撇。美娟，你爱将这段感情甲放互袂记的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有舍才有得。假使你若有法度做到这个舍，无你到后摆，你就会当得到真正你要得到的爱情，敢毋是？你讲有舍才有得，是安怎？特别舍人拢是我。我得到的拢是痛苦。美娟，你这阵的痛苦，这是难免的啊。虽然讲你这阵无得到爱情，也毋过你有得到亲情啊。恁文玲阿姨，恁阿福姐啊，还佫有我，逐工拢踮厝的陪你，我拢足希望讲会当陪你度过这段上较痛苦的日子啊。美娟。真无食遮多岁啊啦，人生嘛看透透啊。其实爱情只不过是生活一小部分而已啦。美娟，将这段感情放互袂记，唔通安尼逐工拢唔食唔困，真无看到心肝内是足伤心的、足着急的啊。你敢忍心，互真无食啊遮多岁啊，也着搁为你的代志来伫咧烦恼啊？是无？美娟，为所有关心你的人，小想看卖咧。恁文玲姨啊，恁阿福姐啊，为了你的代志，拢无心无情，连生理都无法度通我去做。唔通互阮一家口啊，为了你的代志，大家心情真乱、真糟，连生活步调嘛拢乱去啊！你知无？哪日你甲我讲，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？振作起来，美娟，真无希望我看到较早迄个美娟，迄个逐工充满着热情。充满着希望，迄个美娟，美娟，真无相信你一定做会到，对无？哎呦，袂要紧啦，你先出去啦。无这汤我先捧出来吼，我先来去饲阿爸，你随来哦。好啦好啦。食饭啊！哎呀，食饭啊！来啦，食饭啊啦！志玲啊，志玲，
阿母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戆神戆神，食饭啊？我食袂落。食袂落？安怎？身体无爽快哦？毋是啦，阿母，无恁先食啦，我过来内底休困。哎，志玲啊，志玲啊，啊你是安怎啦？阿母啊，阿兄伊毋是身体无爽快啦，伊是心情无爽快。心情无爽快。阿爸，安怎啦？啊！咱去擦叫啦。哎呦！阿母无要紧啦，我来就好，你先食啦。较细致的啦，阿爸。来啦，你豆豆仔食吼，我甲你饲较细喙。你来遮创啥？阿元姐啊，啊你也来啊？看恁一家遐咧食饭，我真欣赏，嘛真感动。无亲像我，食到遮尔啊济岁啊，阁是一个罗汉脚，想想的实在是真悲哀。阿元姐啊，来啦，坐来到恁家啦。免啦，我食饱。今仔日是恁阿母的生日，我是专工送鸡卵糕来甲过生日。为你伤心的人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笑。我是专工送鸡卵糕来甲过生日。今仔日是阿母的生日咯。阿母，真歹势哦，阮拢袂记你。好佳哉，阿文姐啊，你来，真多谢你哦。说啥物多谢？我甲恁阿爸阿母是遮尔啊侪年的朋友。搁再讲，恁阿爸即马行动无方便，我替恁阿母做一下生日嘛是应该的。志忠啊，哈？安那无看到志玲啊？阿兄伊可能是打出院吼，啊身体还佫无啥物爽快啦，伫内底咧休困。哦，志忠啊，即马恁阿爸行动无方便，恁阿母甲阿兄佫拄啊出院，厝的路爱靠你啊，你着爱较辛苦淡薄。若真想啥物需要，做你甲阿元一甲讲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阿元姐啊，若照顾阿母阿爸甲阿兄吼，这毋是问题啦。啊，我即马需要的吼是一个头路啦，我想要甲厝的斗趁钱。真好，你有这个心，我真欢喜。若找头路的代志，免烦恼，包在我的身上。有影，多谢阿元姐啊，多谢阿元姐啊。阿元啊，你讲煞袂？淑珍啊，我讲煞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志忠，哈？紧饲恁阿爸食饭，我先来走。啊？啊，我留我做伙食鸡卵糕哦。免啦，我即马随甲你安排头路。多谢阿元姐啊，多谢阿元姐啊，阿元姐啊，顺行呢。阿母，这阿元姐对咱阁真好呢。啊，伊是你的朋友，也是阿爸的朋友啊。食饭啦。阿爸，来，食。